到丹仔山边的结发期，甲结大年的时，耶稣找2个学生，甲因讲，恁去对面的乡舍，已经入去，就要拄着一只驴仔绑伫遐，也袂捌有人骑的跑伊，甲伊牵来。若有人问恁讲，啥事做安尼，恁就讲，主欠用伊，两边要互伊倒来遮，人就去，拄着一只驴仔伫路里的拔伫门外就跑伊，边头徛的人有伊的讲。恁跑驴仔做啥事？因照耶稣所讲的，甲因讲，遐个人就放互伊去。因就牵驴仔就问耶稣，煞用家己的衫挂伫迄顶面。耶稣就徛伊，有侪人用因的衫铺伫路里，也有个用树枝。就是对园里所出来的，前行后地咧叫讲，和散那，以主的名来的，应该得到福乐。第10迄个得要来的国，就是咱的祖公在迄个国，应该得到福乐啦。伫至悬的位啊，和散那，耶稣就伫耶路撒冷入殿堂。4过看逐项的面，日已经暗，就甲12个学生出去，到结大年，以上信息，愿对咱有所帮助。下面讲到牧师今日要所互咱的信息，就是和散那，请咱大家共同来听。请咱大家压头来祈祷。好山啊，好山啊！对上帝遐来的，就得到称赞。主，今仔日阮伫你的面头前。咧诚做纪念迄时，你互人赢子伫耶路撒冷，你的心、你的情、你的旨意，恳求今仔日伫你面头前的阮，会当诚做你所欢喜的，愿阮知阮所有今仔日会当徛伫遮。一切拢归荣耀，拢归荣耀伫你。是听阮的宝贝上帝，互阮即个机会，会当来到你的面头前，领受即个恩典，嘛知影你是对上帝遐来的，阮要听你的话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山啊，好山啊，好山啊，好山啊！即悬呢，对即悬遐来的，拢总爱得到福乐。是迄一位是大面的福的，是阮的主耶稣基督。迄时，当好山啊，好山啊的声安尼响起的时阵，有人家己的衫互咧涂骹，互迄个驴仔名字耶稣基督入迄个城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领衫敢有你的衫？这个和尚仔的衫敢有你的声？
好山啊，好山啊，诚做一个称赞的声。总是兄弟姊妹，你敢知影好山啊？伊原文的意思，毋单是称赞，毋单是学乐，也阁有救我，救我。今仔日对耶稣入这个城的时，伊的心情是安怎嘞？这领衫，我知影是啥物人的。伊家己的衫放伫涂骹，互我来搭，因为伊的心感谢我。这个张手机是啥物人所摕的？我知影，因为伊毋望我来，伫这个世间有我的国。总是今仔日，我听到我家己所备办的，如我是我家己所备办的。当众人遐尼大声求救，救我，救我！我知，我来了，就是为着要拯救这个惨喊的声。这个性命是遐尼宝贵，这个是伫我的爸上帝遐会当得到稳定。我来是为着这个事。当耶稣伊就行伫迄条路，感受着众人伫喊苦、伫求救的时，伊的心情诚做沉重。迄个沉重是对众人的罪所来的，伊的心是烦恼的。伊想要甲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你的罪我已经甲你赦免了，你就爱有信心，亲像你的朋友共款，甲你拆人的厝顶，来到我的面头前。我毋望你嘛会当诚做安尼的人。耶稣基督嘛想要甲迄个负责人讲。无人定你的罪，是因为我要赦免你，总是毋好搁冤枉。耶稣基督嘛想要甲这些定学士、法利赛人讲：恁所读的，恁知吗？伫安息日爱救命，也是害人的性命。耶稣基督嘛想要搁一摆甲众人讲：恁要嘛来我遮，我要互恁得着饱。迄4000人、5000人，即马敢搁伫遮？当恁对我的手提饼的时，恁敢知影？我要互恁食饱，毋单是即马的巴肚会当食饱，我也毋望你会当来领受生命所需要的礼物。耶稣基督嘛要来甲听伊教示的人讲，恁就爱怜悯人，
当人来甲你求讨的时，你的手若有困难，你就毋通提持，因为伫上帝遐，安尼求讨是会当得到。耶稣基督嘛想要伫山顶搁一摆讲，心内需要上帝，需要救恩受伤的人，恁有福气啦，因为恁要成做天国的百姓。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啦，因为上帝嘛要安尼怜悯恁。提哭的人有福气啊！你要搁无搁提哭，你要得到安慰。耶稣基督嘛想要讲，我的百姓啊，上帝饼子啊，恁是光，恁是盐，要有好的行为。互人会当用光你的地上济。若是有人得罪你、失败，伊反悔，你就赦免伊，毋是失败尔，是实在的失败。犹大啊，对钱地内面。提钱这个代志，是因为你家己的需要，还是因为你看到钱，你的心就受到引诱，袂记你应该做，甲无应该做。彼得啊，你即马欢喜吗？因为甲我伫地，你讲永远袂离开我吗？总是，你就要3摆无离我。无得批评人，无得论断，因为恁若安尼做，天父嘛安尼对待恁。恁想要天父安怎对待恁，恁就安怎做。耶稣基督想要甲迄个伫安息日得到医好的人讲，你的病已经得到好，你的手已经得到好，毋免去惊别人讲你的代志，讲恁怎样，因为你的病是我有好的，你就勇敢活落去，好好用你已经好起来的手做工。耶稣嘛想要甲学生的母亲讲，毋通来求要坐伫我的边仔，因为迄个位毋是恁会当坐的。世间所看见的荣华，所看见的富贵，你想讲遮的会当永远吗？无，恁就爱存恁的财宝，捡恁的财宝献伫天里，因为伫遐才是永远的。世间的权势，遮的引诱，拢诚做客着你，无法度过果子吗？就爱准备好恁的心，诚做会当过果子的土，爱过果子30杯、60杯、100杯。耶稣基督带着安尼的心情行这条路，这条好山啊好山啊的路，
咱看起来是遐尼阳光，是遐尼伟大，是遐尼欢喜，是遐尼有盼望。总是伫耶稣基督的心肝头内面，伊就是一摆搁一摆，一摆搁一摆，定定关顾盼望。所分缀伊的人会当知影，伊来是为着遮来的。毋通就抓禁食的时，毋通互人知影你伫禁食由头到尾。祈祷的时，就爱入去房间关门，互伫暗中看你的爸来欢喜。毋通欢喜人甲你请安，因为遐个是我妈妈所爱的，你就爱诚做一个谦卑的人。当你做工做煞，毋通甲主人讨称赞，你就讲我不过是无路用的萝卜，只是真本分尔。要诚做正人会领带，你就按落去西人的脚，做伫上细汉、上有需要的迄个人的心上，就是做伫我的心上。毋通讲我伫关监的时阵，你毋知影是我，所以你无来看。毋通讲我伫枵的时，你无摕饼互我食，是因为你毋知影迄是我。毋通讲我毋知影你喙焦，所以我无互你水啉。你若看见我，看见人，你就爱知，你所做的毋若是伫我道成肉身，这个身躯所看见的这个模样，总是你爱看见上帝形象伫所有的人的内面。做伫上细汉的迄个，就是做伫我的心上。我的百姓，当外邦人就要来，嘛要来讨救阮的时，恁敢有知影？恁已经得到救恩啊？恁敢有把握这个救恩？恁敢有认出我是对爸遐来的？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树伊。离开我，你啥物拢袂当做。毋通搁比较。迄个亲像玛利亚亲近我，用伊的心来听我的话，迄个福分是大的，是无人会当抢去。你就安尼拉撒路啊，过一摆的性命是互你的，要互你诚做好的见证，知影过去的好，过去的无好。当人伫问的时，你就会当甲人讲，是我，你所听的，你的老师，我来救你。耶稣基督一摆搁一摆徛伫炉仔的顶面，伊的心安尼想，伊的心安尼反复，伊的心安尼艰苦。伊毋望所有的教训伫这3年半内面已经有够啊，已经拢总互大家拢会记的，总是会知，无可能。因为这个和散那毋是求救。这个和散那毋是讲救我，这个和散那是讲来哦，你就来建造一个新的王国，正做一个，互阮会当敬拜的王，带阮会当发离罗马政府的手。耶稣基督伊的心震动，伊想到这礼拜开始。伊就要对上帝遐的旨意来死，伊要面对着人的陷害，伊要面对着犹太的陷害。
犹原是为着迄个钱，搁要用嘴甲针正做庇护。耶稣基督徛伫炉仔顶，即个炉仔是伊家己所备办的，吩咐伊的学生去牵来。上帝家己备办伊所要爱的，伊的奴仆。炉仔，拢总是上帝家己备办的。恩典救赎是上帝所备办的。所有的人只有领受，所有的人只有得到，所有的人只有讲我愿意，才会当得到。总是有侪侪的人犹原认为这个代志甲我无关系。当耶稣基督一摆搁一摆爱伊的百姓，诚做有好的行为，爱彼此相听，爱做人的厝边的时，是伫提醒。就有好的行为，才会当诚做阳光上帝本来所创造人的迄个形象，才会当重新开始。过去的罪掠着你，过去的罪互你捆绑。无法度诚做自由的，就要家己讨放。这是耶稣基督行迄条路的时伊的心情，是上帝伫备办要拯救这个世界所有的罪人，伊的心知影所有的人拢来伫伊内面，总是爱。诚做伊的百姓，称呼伊，诚做我的爸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主，我的君王，亲像耶稣基督共款，诚做和平的人。亲爱的弟兄，大在这里，受难中，每一摆，每一年，咱伫过。这个日，你纪念的是咱的生活伫做啥物？咱是毋是犹原做咱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？咱敢有用侪的时间来回想耶稣的教训？咱敢有用侪的时间入去房间内面来祈祷，见你伫暗中看你的上帝？你敢有用你的巴肚，诚做空空来谨慎，互家己知影，我要上帝会养饲我。纪念是伫嘴咧，也是伫心肝头。当耶稣回答迄个妇人人的时，讲敬拜上帝是要用心灵。较诚实，毋是用嘴。当和散那和散那迄个声出来时，是伫正人的嘴，也是伫正人的心。因敢知影因话的是啥物？耶稣基督知影，咱每一个人的嘴所讲的话，嘛看见咱的心肝头内面是啥物。伊吩咐遐个祭司。法利赛人经学士讲，毋通伫遐想食饭有洗手，也是无洗手。迄个会误会人的，毋是伫手，是伫心内讲出来话会误会人。无洗手，遮个呢，总是会误会人。耶稣基督，伊的眼光诚做上帝的眼光。迄个时间安尼短，3年半的时间，总是伊甲上帝的心意、上帝的旨意，一遍搁一遍，一遍搁一遍，伫医治、伫赶鬼、伫教训内面，也伫伊的生气内面来表现。当耶稣基督
进入耶路撒冷了后，伊入去会堂。今仔日的圣经才甲咱讲，伊入会堂内面看一摆就出去。其他的圣经才讲，当伊入会堂的时阵，看见侪人伫遐做生理，伊生气，伊引导，伊讲：我爸的殿是真做基督的殿，总是你家己当做啥物咧？你甲这个殿当做贼仔受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当咱来到主上帝面头前，领受上帝的话，领受耶稣基督的教训，咱读圣经，咱祈祷，咱的行为，咱嘴所讲的，咱的脚所行的路，别人拢伫看，亲像迄当时众人伫看耶稣基督共款，伊看伊做魔幻吗？也是做陷害伊的工具。你若是为着人主的名受着愚昧，你受苦气；互上帝称做义的人，你受苦气；温柔谦卑的人，你受苦气；心内清洁的人，你受苦气。你要称做上帝的囝，你要称做上帝的百姓，你要记着上帝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礼拜真做受难周，总是咱喊话了和散那了后，咱敢有法度会当亲像耶稣的吩咐，连结伫葡萄树。真做一个好的树枝，会当结果子，会当结侪果子的葡萄树枝。若无耶稣就讲，袂当结果子的，就爱带落来，滚落来，等在外口地头。毋望咱会当真做。伫纪念耶稣基督光荣入耶路撒冷城的时，毋那是嘴伫讲，迄对上帝遐来的拯救我的，值得懊恼，值得称赞，值得我敬畏。嘛会当伫心肝头看见我家己想要求主赦免，求主救我。求主救我脱离迄个罪，求主互我会当有气力无复原罪。咱敢有听见别人的喊话，迄个真做救我救我，啥物人会当救我？咱就带遮的兄弟姊妹来到主的面头前，真做一个会当领受恩典的每一个。伫上帝面头前来领受耶稣基督宝贵的救赎，咱同齐仰头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，救赎阮的主，一直提醒阮。通犯罪，保护是属圣事。伫你的面头前，阮正做一个记号，是上帝的名的记号，是耶稣基督的灵体的记号，是一个会当面对。家己的罪，来到主的面头前，承认家己的罪，比较会当脱离迄个罪的记号。阮伫即个世间所行的路、所讲的话、所做的代志，恳求帮助，
互阮有气力，会当一工比一工搁较好，互阮的心内会当真做清气，亲像主，互阮的好行为会当真做芳芳的济，伫所有人的面头前来荣光给上帝。互阮每一摆读圣经的时、吟诗的时、祈祷的时，毋但是用嘴，也用心灵甲心思，是所有的带到主的头前，直到互阮真做迄个牛仔共款，因为就是阮安尼做，嘛是主你的名单。愿主互阮会当伫即个世间，成做一个有美的羊，会当照月光，无种人会当看见上帝伫遮，平安伫遮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